箴言第11章第1至31節，行為完美，蒙神悅納。一作假的天平令耶和華憎惡，誠實的砝碼讓他歡喜。二羞辱隨着狂妄而來，智慧與謙卑的人同在。三正直人的端正會引導自己，叛徒的歪斜會毀滅自己。四在神發烈怒之日，財物無益，公義卻可救人脫離死亡。五純良者的義使他道路平坦，惡人跌倒是因自己的惡。六正直人的義會解救他們，叛徒將陷於自己的惡慾中。七惡人一死，他的希望就幻滅，強者的盼望也將破滅。八義人獲救脫離艱困，惡人取代他陷入困境。九褻瀆者的嘴巴敗壞別人，義人卻因知識而獲救。十義人亨通，全城慶賀，惡人滅亡，人人歡呼。11因正直人的祝福，成就興隆，因邪惡人的嘴巴，成就傾倒。12對別人說藐視的話，實在不智，聰慧的人則沉默不言。13搬弄是非的人泄露秘密，性情可靠的人遮隱事情。14沒有智謀，軍兵敗落，謀士眾多，就能得勝。15為外人作保，必定遭殃，厭惡擊掌擔保者，平安穩妥。16漂亮的女人奪得光彩，殘暴的男人奪得錢財。17仁慈的人使自己得益，殘忍的人損害己身。18惡人賺到的是假酬勞，播種公義的人才獲得真報償。19故此，行義通向生命，追求邪惡通向死亡。20心思歪斜的人，耶和華心惡痛絕；行為正直的人，耶和華非常喜悅。21惡人難逃責罰，義人的後裔卻蒙拯救。22女人美麗卻冇見識，如同金環戴在豬鼻上。23義人的渴望盡是美好，惡人的希望招致烈怒。24有人廣施財物，反而越發富有，該給人卻不給，只會導致貧窮。25樂善好施者，會得享福澤，解人口渴者，自己也得以解渴。26囤糧不賣者，人民詛咒，出售糧食者，得享祝福。27行切求善，就是求恩惠；尋求邪惡，就有惡事臨頭。28倚靠財富的人必將衰落，義人卻如綠葉青蔥。29禍害家人者會承繼清風，愚人將成為智者的奴僕。30義人結出生命樹的果子，贏得性命的就是智者。31義人在世尚且遭報，更何況惡人和罪人。